来过来，这件又阁是台版的地面师的案件。地面师就是专门咧讲骗房地产的。中华有一个60岁太太，外号当娘啊，伊接到假检警的电话，5500万的西卡全互骗了了。伊阁摕价值4000多万的厝雷抵押，结果诈骗集团是找地政师、律师甲金主联手，阁甲诈骗北皮，短半年，甲骗走着1亿1000万。中华警方破案咯，抓到诈骗集团的带头，拢总有20外个人，总移送法办。发现目标车辆，大批员警就随路车包围这架黑色的修理车，大声喊要求内底驾驶甲乘客拢总落车。下车！老姐，下车！员警为后座甲黑衫的查甫人拖出来，就算对方一直滚架，警方也是合力甲伊压制。伊就是台版地面师诈骗集团的带头。同一时间，警方嘛伫咧另外一个所在埋伏逮捕其他的共党。检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诈骗共党当咧甲被害人面交提钱，拢总互员警逮捕归案。警方分头解散这个诈骗集团，因为因的组织是真严密，秘书是台版的地面师。一个60岁开工厂，人叫当娘的查某人就互骗去。这阵诈骗集团先假做假检警敲电话，指控伊涉及诈骗洗钱，需要监管口座金流，而且侦查无公开，袂当对外泄露。当娘就抓准家己真正涉案，先交出2个金融口座证件，哄骗5500万。所到来假检警局表示，若有不动产就要交付监管。小界地政师、大师、律师拢是因的共党，骗当娘抵押2间，价值超过4000万的套天，嘛向因的成员临时金主借2700万，半年来就哄骗1亿1000多万。这是你的区票。这个民事赔偿的部分是，我等他的，因为你他要逮捕你，你涉嫌诈欺。警方顺线侦办，伫要1年，总算甲带头集团的成员拢总20外个人抓起来，而且查出12架高级车，包括一台价值伫1000万的 Porsche， 专案以洗钱、组织犯罪、有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